本来不能开机啊，或记忆体调整以后能开机啊，但是上网不容易啊，常常断线，它就增加记忆体。那个本来两片记忆体记忆卡调换，然后拿一片下来才能够开机呢。然后上网不容易啊，所以又把它整理好，然后再插，把那个金手指用那个药剂要喷一喷，然后再插回去，等它干了再插回去。然后你看，重新开机变成这样了。可能说什么记忆作为系统乱了呢？要是可能是不正常关机造成的，不然就是把那个新增加的记忆体卡要拿掉。就是上网不容易啊，常常断线啊。将近4G卡的记忆体，然后一上网就占了将近4G卡，怎么会占用那么多记忆体呢？还有那个CD的空间呢，从600多跑，很快就变成200多，奇怪嘞，是被什么吃掉了吗？然后这个重新开机，还会造成又失败哦，要重新跑啊，就没有办法进入桌面呢，不容易啊。注意看哦，跑出来重新跑，要重新跑那个东西啊。看那个英文字的话，工程师可能看得懂，不然就要拍照，然后用谷歌智慧镜头处理那个图片里面的英文字，翻译成中文。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出来呀？关掉了。刚刚也按 Ctrl Alt Delete 了，可能是这样关掉了。你看那个灯都已经变了黄灯了，重开看看。